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註冊中醫師余德賢啊。咁今日咧，我哋要分享咧，就係戒煙啦、祛斑啊、美容啊咁樣。OK，好啦，十幾年前咧，十幾二十年前咧，應該有記者問我戒煙危害健康，又點樣影響皮膚美容啊？我就講咧，揾我治療皮膚問題嘅女士啊、男士啊，大多數都係有吸煙嘅病史嘅。咁中醫嘅論據咧就係為咗皮毛，吸煙唔單可以影響到呼吸系統嘅疾病，仲可以引起咧肝腎啊，個肝引致咧肝鬱啊，腎虛啊。導致咧有心腦血管病，更加咧可以提早皮膚老化。2012年咧，我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咧兩岸四地控煙交流會嘅研討會，各代表咧喺會上論證咧，吸煙咧係危害健康，相敵我哋嘅臟腑。還要有損我哋嘅養顏嘅。咁會議上咧就發表咗一張相片，同一年紀嘅中年女士，一位咧係吸煙者，一位咧係冇食煙，兩張相片嘅半邊面嚟對照。咁吸煙嘅女士咧，好明顯咧個皮膚老化，所以好值得咧我哋女士吸煙嘅女士引以為鑑咯。吸煙唔單影響健康，還影響我哋嘅美容。以下咧我就好提嚟吸煙嘅患者咧。我哋嚟睇睇佢哋點樣影響健康，同埋影響養顏。咁點樣有效戒煙？吸煙咧危害我哋嘅健康，大家都知道。哦，近年咧又出現電子煙啊、太空油啊，政府雖然大肆宣傳咧，市民嘅戒煙，擴大嗰啲禁煙區，但係休息時間咧，我哋都仲睇到有大街小巷啊，有小巷仔啊，都有個吸煙嘅。多年前咧，多年前美國科學家咧就有一篇研究報道，吸煙可以令大腦所產生嘅變化，同埋吸食佢嘅變化及吸食柯打因、非法毒品係相同嘅。研究人員最尾又指出，咁呢個研究顯示咧，顯示腦細胞中咗嘅變化節嘅呢啲人咧，佢停煙嘅時候咧，戒煙咗之後，佢仲係持續喺佢個大腦入邊咧，仲有染咗呢個陰影嘅，佢可以重新再食翻。好多年嚟咧，我好幾唔少嗰啲戒煙患者咧，我深深體會到咧，有堅強嘅意志咧，先戒煙成功嘅。喺1989年咧，我就發表咗一篇醫療戒煙發表喺某個報刊個健康版嗰度。我內容咧，即有咧簡有嘅講啦，就係煙草嘅煙鹼啦、尼古丁等等咧，係危害我哋身體健康嘅危害我健康嘅物質，吸收影響到我哋吸收唔到咧，影響到人體嘅維生素吸收啊。久而久之咧，就引起氣管炎啦、肺氣腫啦、肺癌啊、心腦血管病啦，面部咧就出現好多影響美容嘅斑點點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係呢啲人咧，先嚟揾我針灸美容啊。
冇小姐咧，梁小姐啦，佢吸煙咧已經20年啦，但係佢係戒咗2年煙，但係最近咧佢又食翻嘅時候咧，你講我睇咧個面部好多雀斑啦，甩頭髮啦，瞓覺唔好啊，尿頻啊，腹脹啊，所以要我哋睇睇佢個耳甲胸咧有好多斑斑點點啊，你哋睇佢上邊耳甲胸呢度。有粒啦，粒嘢嘅，我哋可以睇到佢個陽性點。90年代我個針灸美容咧，俾傳媒報道，所以唔少人嚟揾我醫治面部乾燥啦、黑斑啦、雀斑啦、黑斑黑眼圈啊，同埋以年紀相稱嘅皺紋。我哋睇睇以下嗰啲醫案咧，今日每個醫案都唔講醫治過程，最尾我先分享乙型戒煙。A 小姐吸煙咧20年啦，佢講咧每日至少食1包煙，每次戒煙都唔成功，所以面部咧有暗瘡啊、黑斑啊、脂肪聚積喺個腹部嗰度，偏肥啲。經治療後咧，成功戒煙。面部嘅皮膚嘅症狀啦，同埋體型咧都得到改善嘅。B 先生，B 先生咧就係支氣管炎啦，好冇力啊，好成日覺得好攰啊，胃口又差啊，好多年咧佢就食藥冇效啊。經我診視嘅時候咧睇佢咧，係佢吸煙已經20年，係發病嘅主要原因。我就同佢講，你要同時戒煙，同時戒煙先可以醫佢個病。佢又表示戒煙好辛苦啊，而且唔成功啊，佢又唔成功。我再三同佢解釋，因為咧佢嘅吸煙同埋佢個病係密切關係嘅。哦，同樣好開心啊，佢同意我戒煙啊。完成一個療程之後咧，成功戒煙。佢講咧，冇以前戒煙嘅辛苦嘅感覺，而且氣管炎啊、咳嗽啊，逐漸好轉喎。2個月後啊，皮膚原話好靚啊，好啲啊，以上嘅所有症狀都痊癒啊，好冇？中醫戒煙嘅論據咧就係廢住皮膚、廢住皮毛啦，係咪？咁吸煙咧，維係咧我哋皮膚粗糙啊、多皺紋啊、出現暗瘡啊、色斑啊、黑眼圈啊、眼袋，甚至咧長時間嘅便秘、呼吸系統疾病。C 小姐咧20歲，佢面部咧好多嗰啲好粗糙啦，有暗瘡啊，有黑斑啊，皮膚冇關節。氣管炎、哮喘、便秘，我知道咧，施小姐咧吸煙都6年啦，每日咧食1包煙多啲啊！我同佢講，有皮膚好咧，就一定要接受我戒煙，好開心啊！佢同意啊！我苦口婆心叫人哋戒煙咧，從唔零加費用噶，我唔零加噶，只要你肯戒煙就得噶，我好樂意做。我第二次復診咧，佢同我講，佢只食半包煙嘅，本係1包幾，而家食半包煙，感覺咧就冇味。咁一個療程之後咧，佢戒煙成功啊，面部嘅皮膚又逐步靚翻。B 小姐咧18歲嘅，咁佢嚟醫暗瘡啊，面部搽咗好厚個粉啊，都遮唔到佢暗瘡乜特動。個魚而家有陽性點，心想咁後生係咪吸咗二手煙咧？我問佢：你屋企有人食煙？哦，唔係，我自己12歲開始食煙啊！哇，我先啊，我而家咧係下決心嚟戒煙嘅，要皮膚好，要美顏。咁跟治療嘅時候咧，成功戒煙啊！佢話屈雜動又慢慢得到治療嘅。我而家吸煙人士嘅咳嗽啊、肺氣腫啊，佢個耳甲胸咧就有陽性點。你睇下耳甲胸呢度係啊，你睇下
要凹凹到凹陷啊，凹落去嘅，你睇到嘛？呢啲咧就氣管炎啊，肺氣腫啦。所以咧，即係大家唔好食煙。我姨小姐25歲，佢煮薯咧就會皮膚粗啦，暗瘡啦，骨達洞啊，骨達洞疤痕啊，嗰個胃氣脹啊、便秘等等。我睇佢兒仔有陽性點，我講你食煙，我話冇，我屋企有人食煙冇，跟我問佢咁多問號，佢突然間就醒悟。我辦公室對面嘅同事食煙啊，佢好激動啊！我6年前入公司工作嘅時候咧，我皮膚好靚噶，後尾咧逐步差咗，腸胃都唔好。當同以前個醫案睇咧，吸煙或者吸二手煙，甚至三手煙，唔單止係自己嘅身體健康咧，就影響到我哋嘅容顏啦。咁吸煙針灸戒煙咧，係點樣會成功咧？就係因為我哋針灸可以調節中樞神經啦。接受戒煙嘅患者咧，佢可以覺得戒煙嘅味咧好厭惡啊，好有厭惡感，一唔好味，感覺口苦。佢漸漸咧就嗰啲煙癮就消失啦。多年嚟，令好多年都吸煙者好多成功戒煙嘅。針灸戒煙咧，佢成功率係好高，但係咧亦都要睇戒煙者嘅決心。H 小姐講佢成功戒煙，原本咧係冇煙癮啊，但係身邊嘅朋友慫恿佢，結果咧就破咗煙戒，係真係。另一個 K 小姐咧，高官嗰個公司嘅高官職員啊，一見到我就決心啦，我要戒煙，我食煙10幾年啦，所以我好笑，好，只治療2次之後，第3次復診，同我講你成功戒煙啦，哇！我真係好開心啊！再講一個好有趣嘅醫案，多年前咧，冇龍虎武師咧，經朋友介紹嚟俾我貼耳仔治療腸胃病。咁我睇佢個耳診時嘅耳診嗰隻耳睇啊，我講佢個肺啊、肝啊、脾啊、腎啊、胃啊都有陽性點，我就講你食煙，佢好大反應。醫生，你點知道我食煙啊？你點知道噶？我講我睇你耳仔知道咯。哇，佢好慚愧咁講，我女睇我食煙就幫我開窗。我心裏想，佢個女就唔中意佢食煙咯。咁對細佬哥都唔係幾好，所以咧我就幫佢戒煙，幫佢治療腸胃病嘅同時咧，我就貼上耳急胸個口啊，呢個口啊、肺啊、三角窩嘅神門啊咁樣。佢第二次復診咧，開口就問我：醫生係咪幫我戒煙啊？點解我食煙食咗一半就唔好味嘅？唔食啦！我講你個女好乖啊，佢吸咗二手煙咧，對個健康都唔好。我話好，幫我戒煙，好。第3次復診，我話醫生。我唔好幫我戒煙啊！我成班朋友都食煙，只有我戒煙，後佢哋講唔好，我都係唔好戒煙噶，係，所以咧要激心才能成功戒煙噶。吸煙就3個穴位，嗱呢個神門啦，喺三角窩呢度神門啦，呢個口啦，呢個口。嗱呢個口啦，嗱呢個口啦，呢個口啦，嗱呢個口啦，呢個口啦，呢個肺啦。所以有戒煙，你想戒煙咧，就按摩啊，按摩呢啲位啊，按摩成個重點撳咗之後咧，全個耳仔就按摩，都係提高你嘅免疫力。你平時嘅有啲咩唔舒服都可以得到治療嘅。
耳急胸，耳急胸個肺口、心角窩嘅神門咧，係戒煙嘅主要穴位嚟嘅。但係咧，唔係個吸煙者咧，佢都有佢嘅臨床症狀，但係佢有呢個病，呢個病併發症嚟嘅。所以有戒煙嘅同時咧，要輔助正氣輔助治療。所以咧，除咗三個主要穴位之後咧，與如個肝腎脾等等，我都會黐藥丸嘅，到幫助佢哋輔助正氣。咁睇完咧，我同時會取體液嘅，睇完咧就面部斑啊、皮膚老化多皺紋等等咧，我就加明針，你哋唔識照明針咧，就多啲自己按摩嘅耳仔。每次洗面咧，洗咗面之後咧，就多啲咁樣按自己嘅面部，提高佢。咁啊，提高佢之後就跟住咧就按摩耳仔啦。喺上一片咧，上一集咧，我講夠咗按摩耳仔。同時咧，肺經個裂缺穴，裂缺喺個手呢度，喺個手呢度裂缺穴啦。胃經嘅足三里咧。足三里喺個手喺個腳呢度，係足三里呢度啊。咁咧由三陰交啦，三陰個腳後邊，三條陰經嘅交。所以呢個穴位咧可以自己按摩，自己按摩。我下邊咧有呢幾個穴位個圖嘅，大家睇圖識字啦。咁呢啲耳穴保健嘅穴位咧，任何人士都可以用嘅。老人家咧可以醒腦啊、安神啊、關節痛啊。我哋中醫嘅經絡學說咧，就係每個穴位都有一穴多用嘅，一穴多用，所以冇醫學冇醫學知識嘅群眾咧，可以睇圖識字，可以保持呢啲保健嘅穴位咧，多啲按摩，可以保健康啊，幸福長壽啦。我好多年前我就要寫，我將來時都有寫語言戒煙噶啦。咁深圳灣有個戒煙嘅穴位，咁我本嚟我寫嘅時候啱啱要落班咯，我話哎呀唔寫啦，翻屋企啦，我行翻屋企好近嘅。咁咧個腦入邊咧已經諗緊邊啲醫案，呢啲戒煙嘅醫案，一翻到屋企咧。好耐冇聯絡過胡先生，就 WhatsApp 俾我呢一張政府嘅戒煙嗰個宣傳單，我一睇，誒有我諗咗三夢二嘅話，有我諗到肺虛熱個，哇好開心啊！所以我同時咧今日咧都攞翻又搬翻嚟，大家睇睇，好神奇，我好奇妙，點解啊？點解我知道我咁諗又馬上接到咧？我覺得係咪神嘅安排咧？好奇妙。1993年世界針年咧喺日本嘅京都召開國際會議，喺大會上咧，世界各地嘅專家咧互相交流。我個耳部按摩保健嘅錄影帶英文版咧就喺大會嗰度播出嚟播放。咁有一個國家嘅語言學會嘅會長就約我晚餐，咁就要同我交流耳嘅經驗。住喺日本嘅華籍學生嚟之前嚟同我學針灸美容，咁佢就幫我做翻譯。外國嘅專家咧，用耳穴戒煙啊、戒毒等等啦。咁佢哋從耳穴嘅神經學分布取穴位嘅。咁我就同佢講咧，我哋耳穴診治係在中醫理論嘅指導下，辨證取穴，平衡陰陽，輔助正氣，提高免疫力。呢個戒煙食煙者咧，佢個健康先得咗鞏固，佢嘅療效。呢個神經學我第一版已經講過啦，以發展史已經講過，所以佢哋咧就用神經方面嚟取穴，止痛邊個穴位去咗邊度，神經學行到邊度，用神經學嚟做治療取穴。
好多專家喎，好多大會，好多話令我好豐富啊！我聽到好多介紹。嗱，我個錄影帶咧喺大會發表，好多專家，有好多專家睇，睇咪就大家睇咧，好多大家好多專家睇我哋個錄影帶。我之前介紹過合谷丸咧，呢個合谷丸咧對身體啊為頭痛啊、月經不調啊，對皮膚都好好嘅。喺50幾年前咧，我就呢個穴位我好深刻嘅理解。50幾年前咧喺中國嘅時候咧，有一位夜晚黑有一位先生胃痛唔係牙痛得好犀利，瞓唔到覺。要起身含水啊！一含啲凍水，含啲凍水，冬天我含啲凍水，都食止痛片都冇，食止痛藥都冇啦。我就即刻同你針合谷丸，所以合谷丸咧撳下，佢即刻止痛喎。你食止痛片都冇用啊，因為呢個合谷丸好好，平時都可以多啲按摩咯。你哋睇下有咩好？呢度大家睇下。好好噶，中醫嘅穴位好好嘅。啊，列缺穴，我頭先同你大家介紹咗列缺穴啦，列缺穴喺手呢度。肺區嘅疾病，好似戒煙咧，我就好主要取呢個穴位，咳嗽啊、感冒啊，咳得唔好耐都唔得，我都取呢個穴位嘅。所以呢個穴位咧好容易噶，撳下喺呢度撳下就得。如果感冒有啲咳啊啲都撳下呢度，好好噶。竹山里，我哋中醫話佢係長壽穴位嚟噶，佢係我哋個胃經嚟噶，所以咧經常咧撳下竹山里嘅喺呢度，呢竹山里個腳喺呢度，經常按摩呢條胃經呢度，哇老人家可以長壽而噶呢個好好噶，抗老化啊，關節痛啊，神經衰弱啊，咩都好噶，都好。中醫嘅穴位係可以真係好好啊！好啦，我今日就講呢度啦。咁我哋下一節咧就都係講心角窩，就婦科病、月經不調、幸福 BB 啲誕生。好啦，我哋下一節再見啦，拜拜。